另外一方面，咱台湾防疫有好消息传出来，第10例武汉肺炎确定的病例，因为症头已经较改善，3套检验的结果拢是阴性。昨昏新历13已经解除隔离，准备出院。这个台商同款嘛是用录音档，也有亲手写批，讲伊为着了后，互人隔离的心声。伊讲伊本地真无勇敢，确定了后，厝内人变作是大家屁想的对象，压力嘛真大。伊讲就算因为安尼，会当生活伫咱台湾，真正是真幸福。爱特别感谢咱的防疫，也有医疗团队。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现在住院的心情，那我会这么说：我不勇敢，谁帮我坚强？录音来讲心声，台湾防疫搁再来传出好消息，国内第10例确诊武汉肺炎的个案，13号解除隔离，会当准备出院。住进医院之后，家人全部都变成了全民公敌，没有错。我内心也非常不舍与无奈，我明白人性都是担心自己，生怕被传染，但生病之后才能感同身受病人的无奈与无助。口气内底讲出确诊了后的无奈，批的顶缘写着：我无勇敢，啥物人替我坚强？这嘛是伊支持家己的动力。出生伫咧台湾是真正足幸福的，这是伊上想要讲互大家知的心内话。再次的谢谢陈时中部长带领的团队及所有的照顾我们的医护人员，谢谢你们，有你们真好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你们。这名1月12号对武汉转来台湾的台商，1月21号虽然出现呼吸道的症状，但看医生时阵无肺炎，敢若诊断是一般的感冒，一直到1月30号，太太互人诊断是武汉肺炎，才搁转来检查，嘛确定伊已经受到感染啊，成做台湾第10例个案，经过10几天的等待，总算是无代志啊。在症状上面一直都属于比较轻微的，因为他的采检那2次都阴性了。那么现在整个这个症状上面也都解除了。伫咧头一个确诊的个案出院了后，即马搁有个案已经治疗好啊，遮尔互人欢喜的消息嘛，为这个防疫带来新的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